因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拜一的是以7000万交保挂电子卡条，昨昏北检是阁提出控告，伊认为郭文哲有过度逃亡的疑虑，加上呢，即马逃亡在外的柯志瑜角色真关键，为着防止两个人串口径，所以有羁押郭文哲的必要。另外，针对郭文哲讲伊要是党主席，嘛点名黄国昌来斗3工，前立委蔡壁如是表示讲，黄国昌爱管党务，阁爱兼顾立法院的公防，安尼会是真困难。那安尼讲，是毋是蔡壁如本人有想要争取登去党中央？蔡壁如接受访问的时是话讲真白，伊讲党内有势力咧甲动。叶姐姐，你要去哪里？将出门搭飞机挂催案无讲话坐车，快速有点仔忝。民众党主席郭台政治记者第2摆交保，暗过31北检阁提控告，因为郭台有高度逃亡风险，可检出关键被告柯志瑜，互伊告诉逃亡在外，为防止交传有羁押必要。那3位检察官话讲得很白了啦，柯文哲只要是党主席，就没有办法避免跟这些党公职接触，所以必须要继续羁押柯文哲。把检察官的脸都丢光了。我们期待，也希望这一次针对北检的滥行抗告，高等法院能够做出公正的裁决。炮口对准台北地检署，新兼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召集前的党团总调黄国昌，批评检方将羁押加做武器，逼郭文哲是党主席。啊，不过北检澄清是家己主动提出检方无表达任何意见，对郭文哲伫庭上直接点名，希望黄国昌斗3工，今嘛党内出现收听的声音。党务交给黄国昌，是要让他接任他党主席的意思吗？可以这么解释啦，他对黄国昌寄望很深，那我也是啊。如果又要接党务，那又要在党团里头，那其实就是要把它分工分配好，这个是选项，也是一个难题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主席好不容易重获的自由，不会再让赖清德政府用那种暗黑的手段继续剥夺。主持接班的议题部长代表创党元老蔡壁如是去台中市府顾问，表态参选中央委员，也被看作是保留参选代理党主席的可能。伊无奈透露，今嘛党内好亲像出现党壁条，看起来是党内是一致团结啊。那团结党你党回去党中央。是啊，这种话从他嘴巴说出来，不会啦。昨天联署他第一个通过的，我们完全不可能去挡他的理由是什么？记者综合报道。